歡迎嚟到基督化管理教室第一個系列嘅第6集。今集我哋嘅主題係以神為本管理第3個原則：屬靈恩賜 （Spiritual Gifts）。前幾集我哋已經係進定咗上帝仍在管理帶嚟嘅以神為本嘅管理核心價值同2個原則支柱。問題嚟啦，管理嘅能力嚟自邊度呢？上帝俾我哋如此重要嘅核心價值，我哋作為佢嘅僕人嘅位份應有嘅態度，我哋點樣去得到能力呢？近代嘅職場能力係嚟自教育、學位、經驗再培訓計劃，但對於上帝嘅管理嚟講呢，我哋嘅能力來源呢，理應係超越咗呢一啲嘅。咁今集呢，我哋就講來自上帝嘅支援同禮物，就係屬靈恩賜 （Spiritual Gifts）。第3個嘅管理原則，成為履行上帝吩咐嘅時候呢，重要嘅助力同埋支援。一般人呢，係靠自己嘅聰明或者專業，用自己嘅方法努力爭取，包括管理工作嘅能力啦。呢一啲呢，係被限制於自己人類本來嘅有限，而且係靠自己做上帝嘅事，係違反咗受託職分嘅第2個原則基本。咁我哋嚟了解下屬靈恩賜係咩嚟嘅？屬靈恩賜嘅特質同上帝嘅主權絕對有關係。第一，屬靈恩賜係從上帝而嚟嘅禮物 gift， 是上帝按住每位信徒嘅需要賜予能力，幫助完成上帝嘅吩咐。呢啲嘅吩咐係上帝受託我哋嘅，藉住聖靈在人身上彰顯，使人能得到益處，係支援，同樣係禮物，係白白嘅賜俾我哋，唔需要用交易嘅，同時呢係隨時會被攞走。第二，屬靈恩賜嘅特質同近代嘅能力呢係有一個根本嘅區別。上帝可以隨時攞得走或者加多俾我哋嘅，俾邊一個同埋俾邊啲嘅恩賜呢，都係由上帝決定。我哋無論未有祈求或者祈咗好耐呢，決定都喺上帝嗰邊。能力嘅主權完全喺上帝嘅手中，我哋唔能夠擁有一啲嘅屬靈恩賜。從以神為本嘅核心位置嚟理解呢，就容易明白聖經嘅講解啦。忘記能力嘅來源係上帝，我哋就會好似其他人一樣，驕傲地以為可以佔有呢啲嘅能力。屬靈恩賜嘅目的唔係為咗個人炫耀，而係為咗造就教會，幫助我哋執行管理、服務各樣服事，完成使命。屬靈恩賜同專業嘅區別係咩呢？許多嘅基督徒呢，混淆咗專業能力同呢一個屬靈恩賜。呢一樣嘢咧，帶嚟咗喺管理上呢一啲好嚴重嘅問題。第一，我哋必須清楚專業咧就根本唔係屬靈恩賜嚟嘅。雖然一個工程師可以運用佢嘅專業技能嚟協助管理教會或者建造嗰啲嘅項目，專業係透過學術訓練同經驗累積翻嚟嘅。嗰個人佢專業嘅層面或許天分或者興趣，但係嗰個專業知識本身唔係屬靈恩賜啦，但同樣可以係睇為一個唔同嘅恩典，包括咗呢個培育嘅機會啦，同埋環境等等。第二，屬靈恩賜係透過聖靈嘅力量、智慧，使嗰個技能提升，所以係白白嘅賜予，但係可以收回呢個特質。於呢個教育訓練而嚟嘅專業咧，就完全唔同啦。屬靈恩賜臨到係從未受過訓練就可以應用噶啦。而且咧係加以學習同埋操練嘅恩典機會，得到咧有如專業嗰個長期學習。第三，如果我哋過度強調專業嗰個重要性咧，就忽略咗屬靈恩賜，等於忘記上帝管理同佢不變嗰個特質，將呢個標準咧係降為屬血氣嘅習慣，認為咧只要找到最會做嗰個人咧就足夠噶啦。而忽略咗上帝最看重嗰個信服同靈命成長嗰個部分。第四，由於屬靈恩賜嘅研究其實就唔係好多，
同埋咧佢個運作咧方式係非常之奧秘嘅。第一，使徒保羅喺哥林多前書12章28節中提到治理士，這個希臘文嘅中文翻譯就具有呢一個掌舵嘅含義，連帶咗有監督、決策、給予指引呢啲嘅職責，通常咧就被歸類為輔助 helping 或者係功能 function 嘅方面。但係咧呢一個嘅希臘文嘅字咧出現咗一次，含有附加配搭其他恩賜 add ministry 嘅一個支援作用，幫助其他嘅職事咧執行得更加好。咁就擔任咗好似長老牧師崗位管理方面。近代相關嘅書籍咧對管理同行政咧其實就好模糊不清嘅，佢證明兩者咧仿似度係甚高。我俗稱佢就係孖生啦。喺上帝嘅教會裏邊咧，可以使用上帝介入賜下嘅屬靈恩賜嚟調配。咁使用管理嘅幕後或者支援配搭呢一份嘅恩賜，超越咗人力嗰個智慧同埋洞察力，使到管理嘅部分達成造就教會嘅目的。至於行政咧，亦都係一個獨立嘅恩賜。聖經嘅哥林多前書12章28節咧個例子其實保羅指出治理士嘅呢個設立係點樣嘅咧？上帝喺教會所設立的，第一是使徒，第二是先知，第三是教師，其次行異能的，再次是醫病的恩賜，幫助人的，治理士的，說方言的。保羅將治理士同醫病嘅幫助人係並列，呢個係上帝為教會嘅秩序同運作所賜嘅寶貴能力。上帝可以同時將兩樣嘅恩賜放喺一個人嘅身上，或者一人身上有管理嘅、治理士的，有教師、醫病等等。奧秘之處咧係隨住佢嘅計劃調配同安排。使徒行傳嘅6章1至7節係另外一個嘅例子嚟嘅。喺教會咧設立咗7位嘅執事管理飯食。當時嘅門徒增多，喺日常供給上邊咧發生咗一啲管理嘅危機。講希臘話嘅寡婦咧就被忽略咗。使徒們咧就意識到啦，佢哋唔能夠撇下上帝嘅道去管理飯食。咁解決方案就係咩咧？選出7位有名聲、滿有聖靈同智慧嘅人，派佢哋管理這事。他們選用嘅關鍵標準咧，就唔係睇廚藝、關係嘅脈絡、執行力強，或者會計或者慳錢嘅能力，而係補足缺乏嘅功能同埋職務，係同照顧屬靈群體嘅牧養隊工係同等重要。呢個嘅配上咧係整套管理觀念去操作，需要聖靈給予管理屬靈恩賜，配上其他屬靈恩賜，好似智慧咁。因為管理嘅飯食咧都唔係單純物流嘅工作。好，到我哋小總結嘅時間。屬靈恩賜係上帝支配嘅禮物，建立教會對現今嘅挑戰，喺管理呢方面放下單純對專業個依賴，轉而認清屬靈恩賜嘅存在，尋求聖靈賜下更多能力同埋智慧。我哋認識到如治理士恩賜喺教會中管理嘅作用，係眾多屬靈恩賜之一，使我哋管理達到建立教會同埋使人得益處。管理帶嚟嘅咧唔只係工作崗位同職務，上帝所賜下呢個管理同行政嘅屬靈恩賜咧，或者其他嘅屬靈恩賜咧，係各位侍奉嘅時候咧，唔係一個倒模樣式個個一樣。呢份不一樣嘅厚禮咧，獨特嘅能力來源，比專業天賦同經驗咧係更加珍貴。嚟到我哋思考嘅時間啦，老真道，屬靈恩賜咧係被認為係上帝嘅禮物，但濫用咧或者誤用咧，會對屬靈生命成長或者教會成長會造成咩嘅傷害？例如，如果一位領袖嘅單一治理屬靈恩賜好強，但缺乏其他嘅屬靈恩賜，又缺乏聖靈果子嘅個愛心，會點樣破壞上帝僕人嘅團隊同埋與上帝嘅關係呢？日常應用方面，處理某項工作嘅時候感到得心應手啦。點樣分辨係專業嘅技能同埋靠經驗發揮作用，
還是係屬靈恩賜嘅靠聖靈嘅力量呢？請嘗試將兩者嘅成效進行一個對比。第3條嘅題目，個人嘅你係咪是否習慣只對聖靈嘅神蹟奇事有興趣，而忽略咗聖經裏邊講其他屬靈嗰個恩賜，例如治理士喺管理上面出現個屬靈恩賜？藉此我哋做一個全面嘅了解。行政同埋唔同個崗位嘅事工，可能嗰個屬靈恩賜嘅組合會係點呢？下集我哋會再講屬靈恩賜，係第2個部分。留言俾我，分享心得，一起嘅討論。